再来关心政治的新闻，就任要满3个月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上新的声量甲好感度的民意调查中，正会声量拢是6都内面上悬的，验过伊的好感度敢若排第4名。当时呢，议员嘛发现讲，这个抖音有出现冒名蒋万安这个笑话，并且讲蒋万安已经被盗这个笑话3个月啊，验过拢唔知影。对了，这个代志蒋万安讲已经报警处理啊。OK， 我们给市长掌声鼓励一下。头底工电帽啊，体验所爱作业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刚落来时，互现场的民众拢在甲伊拍扑啊，伊的声量嘛对咧变悬。上新的数据显示，6都首长内底，蒋万安虽然伫咧正负声量拢摕到冠军，毋过负面超过正面，而且伫咧好感度的部分，属乎台中市长罗秀燕、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台南市长黄伟哲，伫咧6都内底，敢若排第4名。在228的这个道歉哦，以及这些诚意哦，显然都不够，所以呢，这个负舆论哦，这才会让蒋万安排名到第4名。我们市府团队每一位同仁都非常优秀，我们就是积极的全力来拼市政。蒋万安的高声量虽望互家己带来人气，不过议员就发现有网友惊这是蒋万安新的抖音，那 ID 和相片拢和本人的社群相像，而且买奖的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。议员险啊认着，就是官方号码，嘛这期政府安尼防创第3个月，别拢无咧处理。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对于抖音平台严重影响国安、治安的问题，都非常的积极看待。但是为什么台北市政府却如此的消极？那我呼吁我们蒋万安市长应该要从受害者变成除害者。昨天我了解已经报警处理。除了需要面对市政考验、治安问题，恐惊嘛是蒋万安爱赶紧处理重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